大家好，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九龍城區位於馬頭角南角道一個新樓盤南首，發展商係恒基兆業及新鴻基合作發展。呢度大約有313個單位，戶型係開放式至兩房設計，一房單位佔大部分。實用面積大約係178至358平方尺。特色戶備有連帶平台特色戶，預計關鍵日期係2025年12月。小學校網為41校網，中學校網為九龍城區。今次介紹單位嘅實用面積大約221尺，設計係一房兩廳。呢個設計風格走嘅係奶油北歐風路線，以柔和嘅奶油色調為主，透過米色、白色和原木材質嘅完美搭配，營造出明亮而簡潔的生活空間。首先帶大家睇下客飯廳，單位係開放式設計，玄關位置設計咗一面全新鏡儲物櫃，等空間睇落更寬敞，立刻令空間感激增。客飯廳嘅裝修都好關鍵，尤其係電視櫃，成為空間視覺焦點，增添美感又提供實用性，大量收納位置。電視牆採用咗懸浮式設計，等空間視覺上更加立體，非常適合小型空間。色調係白色加碎石面板加金屬材質，低調卻又顯奢華。櫃體下方簡約嘅白色同原木地櫃延伸到飯廳，提供充足收納空間，仲融合咗換鞋區，隨意加置坐墊，變成舒適換鞋凳。跟住睇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空間有限，但一樣做到有休息區、工作區、儲物及化妝台。設計師運用地台設計規劃出休息區，將雙人床擺喺大窗戶旁邊，日光充足夠光猛。床頭整咗個開放式展示櫃，唔止收納空間多咗，仲加埋隱藏燈帶，夜晚開燈好有氣氛。地台上面加設咗個薄身化妝台連櫃筒，個台面同衣櫃係連住一體嘅，慳位之餘又多咗收納功能。平時可以用嚟化妝或者做嘢，化妝品、護膚品同埋香薰擺設都可以收得整整齊齊。至於個衣櫃就用咗原木加淺灰色布藝設計，簡約得嚟又唔會太單調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介紹嘅設計。想知更多 Base Design 最新資訊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follow Facebook 同 IG 啦。